本身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，唔係好中意同其他人分享我嘅喜怒哀樂啦。尤其我係一個一家之主，佢應該係表現更加堅強、更加獨立，要負上好多家庭嘅責任。我覺得始終都係自己係有能力嘅人，係唔需要同人去傾訴咯，因為咁樣會覺得好瘀。到2019年嘅8月咧，我嘅生活同埋工作壓力咧就大爆煲啦！突然之間一晚之間失去晒所有職業啊、財富啊、家庭啊、婚姻，係真係好沮喪嘅。當其時我嘅生存嘅意志咧就係嚟自我細仔嘅。咁有一次我喺街度撞到佢咧，佢突然之間同我講話：爸爸，唔好嚟啦，唔好再揾我啦。咁嗰陣時個生存動力完全好似個電腦咁樣 shut down 咗。其實我真係企到個天台邊，真係諗住行前一步跳落去嘅。但好奇怪喎，咁我突然間有一個想法，就係想揾一啲人去幫我記錄我嘅故事，就糊裡糊塗咁樣咧，我就打咗去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嗰個線上支援服務。嗰個當值同事咧，佢見到我情況危急啦，佢就第一時間咧將我個個案咧就轉介俾當值嘅社工。我好記得佢講咗一句説話咧，都係一個轉捩點。咁我聽到句説話咧，就真係咦係喎，即好似點醒咗我咁。點解咁倉促去做一個決定要自殺咧？咁我都同意咧，係社工係送我去醫院。我出院嗰陣咧，就係被安排到去一個單身男士宿舍嗰度住宿。開始嗰個自殺念頭咧就完全消失，因為我感覺到咧，原來喺呢個社會喺呢個世界咧，仍然係有好多人好想幫我啦，譬如社工啦、我教會嘅朋友啦、醫生啦，甚至乎我隔離啲院舍嘅朋友啦。作為一個男士咧，其實唔係話真係咁強壯。當遇到困難咧，其實自己都會變到好渺小，其實同其他人係冇分別。咁應該咧係當自己發覺係無能為力去應對一啲困難嘅時候咧，應該第一時間咧去揾求助。我會同自己講話：我好叻仔，冇行前一步跳落樓，因為行前一步就乜都冇晒。當其時我選擇退後一步，呢個原來係一個好明智嘅選擇。